今仔日，第一考第一公司的时阵啊，一直流目屎，啊，就摕迄卫生纸伫一直拭。嘿，就是讲，因为早起啊，我就看到甲我诚好的同事，啊，我就去用台语甲伊问嘛，问讲，你即摆台语有进步无？因为伊进前伫厝内上班嘛，啊，伊就用台语和我讲嘛，啊，咱两个台语拢无啥好势，结果伊边仔的同事啊，就开始挡袂牢，讲，你哪会拢伫讲台语做奶药的，吼，牙药，嘿，做牙药的，嘿，所以伊安尼讲啊，我就有受着打击，就是想讲，啊，我即摆真拍拼伫学台语，结果嘛是替人嫌啦，想讲会替人嫌偌久啦，就是就是做失智的，做失智的，都做艰苦的。我想讲，我可能压力上大，就一直愈想要讲好，就可能会有讲无好的时阵。啊，讲无好的时阵啊，我的心灵是做脆弱的，嘿，就是较脆啦，就是人讲两句啊。啊，其实后来我有心情较平静，因为我想的，这同事啊，甲我嫌的同事，伊嘛毋是我足重要的生活中足重要的人啊。啊，我为虾米爱因为伊的话，就一直藏伫心肝底？就亲像我写小说，啊，有一寡网友啊，其实伊就是看看尔，讲的啊，讲你写甲安怎。啊，其实我嘛毋免一直就藏伫心肝头，藏心肝头，阁会艰苦，艰苦愈生愈艰苦。嘿，所以我有想开啦，就是讲，我就加做一寡代志，伫练我的程序，去学啊，就有看家己有做一寡作业出来，有较进步。啊嘛听一寡台语，安尼，就是甲即种无爽快感觉，甲伊放互白记，就无爱互伊伤重。嘿，我嘛想讲，这可能就是我的考验就是讲，我会拄着一寡别人会互我一寡批评、一寡指教，还是讲别人会有对我所做的代志会有一寡意见。我如何甲即种无认同我的即种声音好斗阵，就是毋免讲啥物拢真计较。我就想到今仔 Clubhouse 台语榜啊，有发生一件代志。即件代志其实我嘛毋知影讲伊的前因后果是啥物状况。因为我即摆伫台语榜嘛，算是一个较生分的人啦，就是无讲真真真入伫内底啊，做引使嘛，无我就较边仔的人。因就今仔有讲着有一个人啊，做正义感的查某的一个帮友嘿，帮友伊就是甲阮的帮主就讲有一件代志啊，以我的个性一定爱甲帮主讲爱甲迄主人家讲，就是有人啊，可能有透露阮这房间的讲的话，我是毋知有啥物科技会当
安尼人无出现，但是偷偷啊囥一个工具来录音，伊讲，有诶人啊，就是共房诶人，但是毋知影轻重，嘛有去听即个代志，但是听别房间有听，知影有听着阮即个房间偷偷啊摕录音器。阮这真有正义感的人啊，查某伊就有讲我一定爱和你讲，互你知影这件代志，因为伊想讲，知影的人啊，其他人伊想讲可能就袂讲，袂讲啊，伊的个性就是讲，这我知影嘛，做较特别、较重大的代志。所以我一定爱讲。其实迄时阵啊，我就想讲伊帮主啊、主人家伊的个性啊，应该是会无欢喜。我看人是有较准啦，所以伊后来啊，伊就是一直忍嘛，忍到后来啊，直忍嘛，后来伊就拄着较熟悉的一寡老朋友，都伫阮台语房的老朋友，就开始讲爱甲房间关起来啊。伊可能就是爱甲甲因老朋友去斗即件代志。我嘛无讲想要知影，想要参与。我是讲无啦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来学台语的，有人愿意和我讲台语，无亲像讲我。讲台语讲甲互伊听，甲真爱约的人，无即种状况啊，无甲我主动我讲台语，我就真欢喜啊！我就找机会讲加听别人讲台语，这就是我的目的嘛，所以我嘛无想讲讲伤幼路的代志。是真正特别啦，就是讲有的人伊可能台语就真好啊，所以伊追求的可能就是别项代志。我虽然讲台语讲无好，但是我的目标就是甲台语发甲做较熟安就好啊，就毋免讲想甲伤济去，因为写小说这。一寡朋友啊、网友啊，嘛是啊，就是有一寡纠纷啊，因阁会去听什物靠背写小说，什物看内底文字啊，阁有一寡感想。我想想，我嘛较介意做这较边仔的人啦，莫讲什物物件拢投入伫内底，因为就会。较生气啊，就会较有就是会较会受着影响。我即摆目标就是讲，好好学一寡物件，无一定爱学到第一名，但是看家己逐工有进步，家己会替家己去加油。我想讲，其实安尼就会当啊，所以讲。这是今仔发生较特别的代志，就是互人较烦恼、较无欢喜，就是讲台语讲无好势，都人会出来斗讲真是莫讲安尼，有迄种的意思嘛。但是我就是爱靠家己，鼓励家己，莫讲听人讲两句就影响着。所以我嘛是。会继续去学啊，其实我嘛爱甲汉台路拼音好好去看，我这拢一直无练啦嘿。其实我嘛是爱去练习去看迄个拼音，会使看迄拼音，就知影伊是啥物意思。安尼我以后较会使练到我会使用台路拼音来。写文章啊，还是写一寡一两句话，这是我欠的，阁真济啦。
目标会使拍拼部分佫诚济，所以毋免讲着着一两个不如意，就伫内底，就不爱出来，吼。